大家好，我係黃生。我啱啱睇到一個視頻，就有個人破壞咗家駒喺香港嘅墳墓。睇呢個視頻真係覺得好痛心。家駒咧同我咧其實都係台山人，我哋嘅村咧係相隔冇幾遠嘅。咁我記得舊年咧，我仲特登分別走咗去香港家駒嘅墳墓同埋佢嘅老家，即係台山嘅故鄉嗰度咧拍攝咗。咁啊，其實我同家駒生前都認識㗎，因為我當年做娛樂新聞人咧，亦都經常訪問家駒。家駒俾人嘅印象咧就係一個好積極面對人生，亦都唱咗好多好勵志嘅歌，仲係全部都係自己創作。所以就算家駒離開咗之後咧，都受到好多人嘅尊敬，好多人嘅讚賞。但我諗唔到，居然有個自稱社會破壞者嘅人，佢唔單止破壞，仲影低個視頻，我覺得係好惡劣嘅影響。好在香港嘅警方已經捉到拍攝視頻同埋呢個破壞者分別咧，就係23歲同埋15歲。其實我真係好唔明白，家駒咧就係1993年嘅6月30號離開，佢哋而家咧接近31年。而呢個滋事者咧，佢都係23歲啫。家駒走嗰時你都未出世，家駒同你有咩深仇大恨？你要做出呢啲咁嘅嘢咧？但係你唔好忘記，呢個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，你要坐監㗎，你會受到一生嘅法律嘅制裁。同埋一生嘅良心嘅譴責，所以有陣時我覺得，如果大家為咗博出名，為咗想拍一個視頻多啲人睇嘅話，你做一啲有建設性嘅嘢啦，你唔好做一啲傷害大家嘅心嘅嘢啦。家駒喺香港嘅墳墓咧，係經常受到家駒迷參拜啦，嚟到悼念嘅。最後，我希望佢哋兩個可以受到社會法律嘅制裁，一個公正嘅制裁，亦都警戒以後唔好再有呢啲社會破壞者嘅出現。大家亦都要好好珍惜你哋嘅錢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